为了推广新化、龙井等地区的农特产品甲观光景点，农业局辅导南168线周边的业者成立南168休闲农业区，日前举办成立大会，会中也准备了新化地区的国产油肉料理来行销，同时也有周边的咖啡、竹笋等丰富的农特产品。市长委托也亲自出席宣传。市长强调，南168线的特色料理拢非常有竞争力，加上周边的景点拢非常的广阔，适合民众来一段健康的防疫小旅行。大家想到这个羊肉，不要只是想到我们隔壁县市的羊肉。事实上，台南市新化的羊肉不但历史悠久，而且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。也欢迎大家，而且这个做法这个羊肉的这个料理方式也都是非常好。我们谢谢我们新化区的各位好朋友。那在场今天除了羊肉料理，各式各样的羊肉料理之外，也有一些咖啡啦，一些其他的农特产，也都欢迎大家一起来。在过年的时候，我们不鼓励群聚，但是一些好山好水的，像温泉区啊，像这个山林徜徉在山林之间的一些好山好水的旅游，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欢迎。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放松心情来做健康游。那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有个快乐又健康的好年。南168线沿线有适合看日出的治疗，甲民众喜爱的中心林场，加上优质的药物甲丰富的农特产品。担任休闲农业区推动委员会主委蔡成文表示，相信透过休闲农业区结合当地的业者，一定会使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，成为台南观光的一大特色。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。